ask、believe、receive。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撮要晒㗎啦，即係你向個宇宙要求請求，然之後相信 believe 你已經擁有，然之後 receive 滿心歡喜地去接受。即係講多次，你 ask 就係向個宇宙請求，第二 believe 相信你已經擁有，最後就係 receive 滿心歡喜地去接受。咁好多嘅嘢咧，都係咁樣㗎，即係我而家家庭環境狀態，即係Bob 有老婆有仔女嗰啲，呢啲畫面啊，係喺我細個嗰陣，我即係開始要拍拖嘅時候，我已經同當時嘅女朋友我個腦入面諗嗰個畫面就係、日後大個出咗嚟做嘢之後，我結婚有2個小朋友，2個嘅啫，即係冇諗過我咁勁可以有4個咁多啦嚇。跟住2個小朋友，跟住之後翻到屋企，個女又攞對拖鞋俾我，跟住個仔又同我喺度玩下玩具車，跟住之後食飯啦咁樣，跟住之後媽咪又攞啲餸出嚟，我哋大家喺度食嘢，呢啲畫面係發生晒啊！你咁細個已經懂得點樣執行吸引力法則？冇諗過，唔係當時係諗嘅啫。因為係要有畫面㗎嘛，係你要信呢樣嘢。你 manifest 嘅，即係你構想去觀賞嘅時候，你係要有嗰個畫面，然之後你要有個感受。